不要与那义军。和义军如何？苟且吗？太后，义局君回来了，快请。是。我的野马驹回来了。想死我了！说说，我走的这些时日，你可曾想我？日思夜想。都想什么了？想你会不会受伤？那你看看伤没伤？我怎么知道？简单呐，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，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哎，你先避一避。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？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。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他还不懂啊？就当是为了我啊！快，快！哎呀，快点啊，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都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母后，我来这是想问您，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通通处死吗？是。那怎么了？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，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！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他们是先王的儿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们许多人并非是你的手足。此话怎讲？请母后明示。手足是什么？是互相扶持，互相依托。但他们只是磨得雪亮，互相厮杀的刀刃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你父王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，这些女子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。他们一出生，命里便注定，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，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？为了他，杀戮无辜，绝不手软，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？可是，像父王和处理子那样的兄弟，不也很好吗？他们是兄弟，但他们更是君臣。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，为君者爱护臣下。这样的兄弟，我已经给你留好了。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，曲应人的儿子公子雍，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。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，足矣。母后，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。这几年之中，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，入朝归来，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几年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扩大地盘，招兵买马，穷兵黩武，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，法度废弛，农田荒芜，人心混乱，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。这是他们的大罪，百身莫赎。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，那还要秦法何用？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，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他们会说母后不仁。哼，天下人要围攻秦国还欠理由，若因为怕就畏首畏尾，自废手脚，如何执政秦国？再者，既然这不仁的罪名一定要有人背，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。记得小时候你爱吃鱼，母亲总替你将鱼骨挑了，眼下母亲就把它们视作是鱼骨。等有一日你亲政了，就不会被这些鱼骨哽住喉咙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天下人敬慕的仁义的大王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是王族，人言千金之子，不死于世啊！矫情！不死于世死在哪里？
有人谋逆，明明该死，却要我假意仁慈，发配他们到乱军之中，然后暗使手段，或下毒，或坠马，或落崖，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。我偏不，我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用国法杀他们，名正言顺，以儆效尤。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言出法随，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矫情伪饰。你还有话，一并说出。母后光明正大，那为何要与那义渠君？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你终于问出来了，母亲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。你知道，义渠君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他对我有恩。母后，有恩报恩就是了吗？您为何非要与……不仅有恩，我们之间还有情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当年你父王的魏王后死了，他再娶楚国公主。那燕王的原配死了，又再娶你大姐姐孟莹。无人侧目，无人惶惑。我和义渠君年貌相当，情投意合，他关我寡，合乎天伦礼法。可偏偏就是有人不容。可父王怎么办？你父王的墓中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，他在那里并不孤独。母后可为我想过，那些人指指点点，就把他的手给砍了。难道母后，您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？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哪有功夫理会毗邻榻上睡着的哪对男女？继儿，过来，坐到母亲身边来。过来。我的继儿长大了，继儿成年，就该慢慢懂得母亲了。母亲一生周折，亲人寥寥，珍惜眼前所有。但继儿记住，无论何时何事，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，弃秦国而不顾。继儿知道母后的不易。说到阴阳相配，乃是天地之大理。继儿成人，是时候要为你娶妻了。我为你许下的王后是楚国公主，人贤淑漂亮。一会儿我就让人把画像送到你宫里去。不用，儿臣的婚事由母后做主，儿臣先回去了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天渐黑的时候下雪最冷。在燕国时，寒冬难挨，亏得有义渠君送的皮毛，魁姑把它们做成了袍子，继儿才能熬过来。玉儿放心，以后会日日出城狩猎，让你和继儿日日有不重样的新衣穿。好，你出门狩猎，去获取百兽之身。我此刻要出趟宫，去收服老臣之心。太后，外面的雪还不小，等雪停了吧。我刚回来，明日再去吧。这事等不得。何况你也知道，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，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大姐，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。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何人敲门？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诸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